阿拉吉努。从前，山里有一个美丽的女神，她是美的神、爱的神，但又是嫉妒的神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从山脚便可以看到山顶。附近的年轻男女，他们有了心上人，就都会上山来向女神祈祷，希望他们的爱情圆满。女神如他们所愿了，成双成对的男女就会感谢女神。然而，要是他们只顾着自己开心，而把女神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，这个时候，爱的女神便会变成嫉妒的女神，意外的灾祸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，最后变成悲剧收场。看多了这种事的老人们可怜这些男女，摇头叹息。他们看着那些幸福的男女，同时也已经想见那悲哀的结局。然而，老人们却无能为力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奔向悬崖，也只能叹息；眼睁睁看着他们从悬崖掉下去，也只有摇头。山脚下有一个容貌俊俏的牧童，名叫阿达尼。每天早晨，他赶着7、8头牛上山去。牛吃草的时候，他割草；牛休息的时候，他睡午觉。等到太阳要下山了，牛群的叫唤叫醒了阿达尼。他把割好的草捆在牛背上，赶在太阳下山前回到山脚。山里有许多好看的花，有树上开的，有草里开的。阿达尼常常摘了许多花，做了好几把花束。他选那最好看的一束，拿去供在女神的祭坛上，剩下来的送给山脚的小姑娘。过了3、4年，阿达尼越长越好看了，女神不觉爱上了他。可是这年轻人已经有了一个心上人了，他的名字叫做阿拉吉努。阿拉吉努织布的手艺是出了名的，他年纪比阿达尼大1、2岁，容貌美丽，和女神不相上下。自从阿达尼爱上了阿拉吉努以后，每天他只工作半天，一过中午就匆匆地赶着牛回到山脚了。从前他把最好看的花束献给女神，而现在他留给了阿拉吉努。女神发觉现在阿达尼献给她的花束没有以前的好看了，心里不太高兴。有一天，女神找来供她使唤的妖怪亚妈欧豆沟，跟她打听阿达尼的事。这个亚妈欧豆沟的名字叫做甘豆，他年纪虽然很老了，但很喜欢恶作剧，常常在晚上溜进山脚的村里跑来跑去，偷吃人家的鸡和羊，有时也偷喝人家的酒。女神从甘豆的嘴里知道了阿达尼和阿拉吉努正在相爱的事情。甘豆又说，阿拉吉努的伯父一个年老的隐士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要阿达尼一开始就瞒着女神，不让女神知道他们相爱的事情。而且阿拉吉努正在专心织一幅华丽的偷巴里，要用来围起他和阿达尼的2人世界。于是女神的嫉妒心燃烧起来了。女神想去看看阿拉吉努织的偷巴里有多漂亮。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，女神叫甘豆在前面带路，这是她第一次下山。夜深了，森林里猫头鹰在叫，村里的人家都熄灯睡了，只有一户人家窗纸上还透着明亮的灯光，这就是阿拉吉努的家。女神叫住甘豆，她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向那间屋子。她越是走近，越是听到一声一声清亮的歌声，伴随着织布机的声音，歌颂着缠绵的爱情。女神听得入神了，可是她心里的嫉妒燃烧的也更厉害了。女神放轻脚步走进窗边，从窗缝里偷看屋内。她看见一幅又宽又长美丽的头巴里，从这一头的织布机垂下，铺过床上，一直挂到另一头的墙壁上。上面有好看的花朵和小鸟，满满都是少女的爱情。接着，女神看见了少女的容貌，她的脸颊圆润，眼神含情，隆起的胸部，修长的手指。她的青春美貌，女神觉得自己到底赶不上。最后，女神看见那边的床上洒满了美丽的花朵。女神的心里一次又一次燃烧着嫉妒，看见这样娇滴滴的姑娘还是头一遭，看见这样好看的头巴里也是头一遭。然而女神自己对阿达尼的爱情也是头一遭。女神心想，这样好看的头巴里织好以后，要再使阿达尼离开阿拉吉努就不能够了。她打定主意，要想点办法让阿拉吉努无法完成这幅头巴里。
什么也不知道的华拉迪努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只要爱情在心中燃起的时候，便立刻坐在织布机旁。那一幅透巴里已织好大半了，剩下的一小半织好的那天，他就要请隐士伯父来主持他和阿达尼的婚礼。华拉迪努每次想到这事，心里免不了兴奋起来。阿达尼每天把花束从窗子投进华拉迪努的屋里，两人并没有见面，也没有交谈，因为隐士曾经吩咐过，在透巴里没有织好之前，不许两人见面或是交谈，也不许阿达尼偷看那幅透巴里。有一个晚上，村里的人都睡着了，华拉迪努一个人还在织着透巴里，忽然间心里感到一股寂寞。他停下工作，合上眼睛，然后他听见从远远的地方传来男人沙哑浑浊的歌声，歌声细微，虽然歌词听不清楚，但是曲调却是令人不舒服。从此以后，每晚华拉迪努都听到歌声，歌声渐渐的近了，遇着顺风的时候也能听清楚歌词了。那词句是邪恶的诅咒，意思是如果不停止织着透巴里，就会有不祥的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。华拉迪努觉得诅咒的歌声一夜比一夜近了，歌词的意思说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还敢继续织着那样的透巴里，再不停手，你就要变成蜘蛛了。华拉迪努渐渐感到痛苦起来。华拉迪努知道这是从女神的嫉妒而来的，可是他不想跟伯父汉阿达尼说，如果汉伯父说了，伯父就会不许他织下去了。而如果他和阿达尼说了，也会是同样的结果。华拉迪努想，阿达尼也一定会不要他织下去，而且还会要求马上结为夫妇。可是华拉迪努想，结婚时如果没有这幅透巴里，阿达尼恐怕最后还是会被女神抢了去。所以华拉迪努决定不跟任何人说，他一定要织好这幅透巴里。华拉迪努用碎布紧紧塞住耳朵，像聋子一样。然而，虽然听不到任何外面的声音，可是先前那已经听熟了的歌声依然缭绕在耳里，甚至到最后，有时华拉迪努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。华拉迪努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衰弱了，然而他没有一天不继续织布。华拉迪努对阿达尼难熬的相思时时涌出来折磨着他，他一边忍受痛苦，一边赶着织布。他把痛苦的相思织成一朵一朵紫色的花，诅咒的歌声一夜比一夜刺耳，紫色的花朵渐渐变成黑色。从这时起，华拉迪努越来越痴狂了。现在他每天只在透巴里上织出黑色的花朵，小鸟的颜色也是黑的。本来一幅美丽的透巴里，有一半像是涂上水沟里的烂泥巴似的。华拉迪努心里虽然焦急，可是他也没有多少力气继续织布了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常常站在窗边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。不过阿达尼并不知道，他每天还是一从山上下来，就把美丽的花束抛进来。然而这些美丽的花束也都只是堆在地上而已了。不觉又过了2个月，华拉迪努还没有织好透巴里，织得这么慢，阿达尼心想有点奇怪。他去找隐士，拜托隐士去看看。隐士也以为过了半年多还没有织好，时间确实是过久了。于是隐士去找华拉迪努，他走进屋里，吃了一惊。屋里不见华拉迪努的踪影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鲜艳的透巴里从中段开始逐渐变成污浊的颜色，最尾巴的部分变成像烂泥巴一样的黑色。有一根细丝从屋内一直牵出窗外。隐士走到屋外一看，这根细丝长得没有尽头，一路牵到山上。隐士就跟着上了山，来到女神的庙宇，在地上看到一堆碎布。他认出是华拉迪努身上穿的衣服，都扯碎了，散落在地上。这根细丝再牵到背向阳光的山林深处，这里花不开，鸟不啼，是一个荒凉所在。隐士攀着岩石，抓着树根，爬到半山腰，发现一个大大的山洞，细丝牵进了洞里面。隐士进到洞里面，见到山洞的深处，华拉迪努正睁大着眼睛，吓人地看着他。在华拉迪努的前面，张着一张跟山洞一般大的蜘蛛网。
阿拉吉努还在不停忙着用双手织着网，那闪亮睁圆的眼睛，遍布疤痕细长的手脚，脏污的皮肤，看上去正像是一只蜘蛛了。